好，所以大家緊貼一定要留意啦，就係草基 Red Herbs 醫學級益生菌呈現金色森林個播出日期咧，就係喺10月13號，逢星期1至5晚上9點半就會正式同大家見面。嗱，稍後時間啦，我哋會進行一個咧簡單而隆重嘅啟播儀式啦，迎接10月13號嘅首播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邀請咗咁多位嘅主演啦，同埋監製啦，係拎住咧巨型嘅鑽石，企到去儀式台嘅前面。咁稍後時間啦，我會咧係數3聲啦。咁之後咧，大家可以將嗰粒鑽石咧就係放喺呢個儀式台上面嘅，咁啊象徵住咧金色森林就閃耀登場。哇！大家咁多位演員見到啲鑽石已經係發晒光咁啦，係咪啊？好，呢度仲有。好咁啊！佢冇擺住，我哋一陣數3聲咧就係擺落去個儀式台度。大家 ready 未先？好啦，大家一齊攞住粒鑽石先。好，記者朋友亦都 ready 到喎。好，準備就緒。3、2、1，金色森林10月13號隆重首播，延續港式生產經典。嗱，有請咁多位朋友咧繼續留步啊，不如影翻一張咧就係聯同咧嘅大合照啦，好唔好啊？呢個時候好。阿 Lam 同埋咁多位演員，我哋一齊望正中央，我哋俾我哋嘅大會攝影咧一齊影翻呢一張合照嘅。